朗普，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我係李居明。話說翻轉頭，唔知大家在日常生活入面有沒有過呢種極其無奈嘅經歷？明明自己工作好努力，賺錢亦唔算少，朗普，但偏偏手頭上嘅錢就係守唔住，一到月底總會有一筆莫名其妙嘅開支突然跑出嚟。朗普車輛無端端壞咗要維修，身體不舒服要看醫生，家裏電器壞咗要更換，或者是有朋友突然跑來向你借錢，結果一去不回，這就叫做無端端破財。朗普，也就是俗稱嘅漏財。好多人遇到呢種情況，只會抱怨自己運氣不好，或者埋怨流年不利。但以我李居明幾十年看風水嘅經驗，我負責任咁同大家講，朗普錢財守唔住80%以上嘅原因，問題都出在你每天居住嘅住宅風水磁場入面。古人講得好，一命二運三風水。我們住嘅屋，朗普就是我們人生財富嘅承載容器。如果這個容器本身自是個破桶，到處都在流水，咁就算你八字運勢再好，賺到嘅金山銀山，最後也只會漏得一乾二淨。朗普，這就叫做漏財屋。在風水學中，住宅嘅氣場流動有住極其嚴格嘅天道規律，氣流進屋必須要藏風聚氣，讓財氣在屋內停留打轉滋養。朗普，咁樣全家人才會財源廣進，身體健康。但偏偏有許多現代建築嘅設計只追求美觀或者空間利用率，卻在無意中犯了風水上極其嚴重的煞氣。朗普，導致財氣一進門就直接漏走。今日大師會用最直白、最慈悲，亦係最實用嘅方式，為大家揭開現代住宅中最常見、最致命嘅5大漏財格局。朗普，大家聽完之後，聽日早上起床，立刻去檢查一下自己屋企。只要你懂得走出問題並主動去化解，同時配合大師在影片最後教你嘅客廳明財位，瞬間聚財大振。朗普，你就能將家中嘅財富牢牢鎖死，別再傻傻咁破財。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講第一種最普遍亦係最嚴重嘅漏財格局。好啦，朗普，我哋依家即刻開講第一種現代住宅中最普遍亦係殺傷力最強嘅漏財格局，就是風水上大名鼎鼎嘅穿堂風，又叫做前通後通，人財兩空。大家可以翻去屋企，朗普站在大門口，如果你一打開大門，眼光穿過客廳，能直接無阻擋咁看到露台嘅玻璃窗，或者直接看到對面嘅大窗戶，甚至在打開大門嘅那一瞬間，朗普有一股非常強烈直衝嘅風從大門直接吹向露台。這在風水學上就是犯了極其嚴重嘅穿堂煞。在傳統風水理氣中，大門是一間屋嘅納氣口，朗普就相當於人體嘅嘴巴，所有嘅財氣吉氣都是從大門吸納進來嘅。而露台或者大窗戶是一間屋嘅排氣口，最健康最聚財嘅風水氣場。朗普，應該是氣流從大門進來後，在客廳裏慢慢回旋打轉，將財富磁場均勻地散佈在每一個角落，這叫做曲水有情。但是如果大門直接對着露台，朗普，這就相當於一個人嘅嘴巴直接對着肛門，氣流一進來還沒有來得及停留，就直接一條直線衝出露台，流失到屋外去啦。這在風水上叫做直氣無情，財來財去，特朗普住進這種穿堂風屋之嘅人，往往表面上看工作很風光，甚至能賺到大錢，但錢財一進手，立刻就會因為各種突發開支而花得一乾二淨，根本留不住。而且朗普長期住在這種氣流直衝嘅環境中，全家人嘅神經系統、心臟與免疫力也特別容易受損。那點樣化解呢？難道要將露台封死或者大門改位嗎？不需要，朗普大師教你一個最簡單最實用嘅化解方法。在大門與露台之間擺放一個不透光嘅屏風，或者擺放一個高大多葉嘅常綠植物，如萬年青或發財樹。朗普去人為地阻擋，改變氣流流向。如果你家空間不夠放屏風，另一個密法是在露台嘅玻璃窗上安裝厚實不透光嘅雙層窗簾，在平時大門打開時，朗普將窗簾拉上2/3，咁樣就能成功將財氣鎖在家中，財富自然就不會再漏。接下來，朗普我未講第二種極其隱蔽，但對主婦和家庭財富殺傷力
巨大嘅漏財空格局，即就是廚房內嘅水火相沖。俗稱水龍頭正對着爐灶，大家今日看完影片，朗普立刻去廚房檢查一下，看看你洗菜盤上嘅水龍頭，在出水嘅方向上，C 拔正好筆直地對着你做飯炒菜嘅爐灶。在風水學中，朗普廚房是一間屋嘅財富與藥箱，爐灶在五行中屬火，代表着一家人嘅食力、財富創造力以及女主人嘅健康與地位。而水龍頭五行屬水，代表着財源與流動。朗普水能克火，水火是不相容嘅。如果水龍頭直接對着爐灶，在氣場上就形成了極其惡劣嘅水火相克、水火不容之局。朗普，這就相當於你每天在做飯積累財富嘅同時，旁邊源源不斷地有冷水在叫滅你嘅財富之火。這種格局在風水上叫做財富受克。朗普住進這種格局，木質嘅家庭成員之間特別容易因為錢財問題而發生無謂嘅爭吵，而且女主人嘅婦科心臟以及腸胃系統特別容易出現慢性疾病。朗普導致經常要花大筆錢看醫生，這就是典型嘅因病漏財。更嚴重嘅是，如果水龍頭和爐灶挨得太近，少於60公分，這在風水上叫做貼身克戰，朗普財運會流失得更快。咁如果已經是這種裝修格局，我們應該點樣去化解呢？如果能重新改動水管位置，當然最理想。如果不能改動，朗普大師教你一個五行調和嘅玄學秘法，在水龍頭與爐灶之間嘅空隙處擺放一盆綠色嘅小植物，如富貴竹或綠蘿，或者擺放一個綠色嘅陶瓷器皿。朗普在五行相生相克中，水能生木，木能生火，擺放了屬木嘅植物，原本相沖嘅水和火就會通過木這個中介轉化為相生嘅關係，咁樣朗普原本相克嘅煞氣就會被轉化為源源不斷生旺爐灶財火嘅吉氣。這就係風水學上最奇妙嘅通關化煞法，簡單省錢又極其靈驗。講完大門同廚房，朗普，我們現在嚟講第三種，在西室和客廳中極其常見，卻會像大山一樣壓扁你財運嘅漏財格局。這就是橫槓壓頂與床底積滿雜物。朗普，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平時經常坐嘅沙發上方，或者睡覺嘅床頭上方，是不是有一根非常粗大突出嘅水泥橫槓橫跨在上方？在物理和風水力學中，朗普橫槓是整棟大樓承重嘅核心，它承受着巨大嘅重力，而在這股重力之下，橫槓下方會產生一股向下沉降直衝嘅無形氣流。這在風水上叫做降壓煞。朗普，如果你每天坐在沙發上或者躺在床上，這股向下沉降嘅重力氣場就整天壓在你嘅頭頂和胸口。這在命理上會直接產生兩個極其惡劣嘅後果。第一，朗普，它會壓制你嘅思維與決策能力，頭腦不清，投資理財或者工作時就極易做出錯誤嘅決定，導致投資呆損，事業停滯不前。這叫做事業受阻而漏財。朗普，第二，它會直接壓扁你嘅偏財運，讓你做任何副業或者想賺點偏財都變得無比艱難。化解橫望壓頂最好嘅方法是在裝修時用吊頂將橫望封平。朗普，如果無法封平，你可以在橫槓嘅兩端各演掛一個開光嘅銅葫蘆，或者在大門和客廳放一盆高大向上生長嘅植物，用植物向上生長嘅生機，朗普去頂住橫槓向下沉降嘅煞氣。除咗橫槓之外，另一個最容易被忽視嘅姿室漏財點就是床底下塞滿了雜物。很多家庭空間小，喜歡把床底當成儲物室。朗普塞滿了多年嘅舊衣服、舊皮箱，甚至鐵器工具。我李居明同大家講，床底是氣流循環、休養生息嘅地方。如果床底下堆滿雜物，朗普時間一長就會積滿灰塵，產生陰暗潮濕嘅霉氣與死氣。這股霉氣在夜間你睡覺能量最弱嘅時候，會源源不斷地侵入你嘅身體。朗普直接損害你嘅漸狀骨骼健康，並讓你嘅運氣變得晦暗。這就相當於你每天都躺在垃圾堆上睡覺，怎麼能指望自己財源廣進？聽日早上，朗普請立刻將床底下清空，保持通風乾爽，乾淨了，氣場順了，你嘅財氣和貴人運才會重新復甦。好啦，
幫大家揪出你屋企嘅三大漏財，宿敵並進行了化解。朗普，現在大師就要教大家一個今日最重要亦係最實用嘅財富密法，點樣找出你家客廳嘅明財位，並擺放一個能將錢財牢牢鎖死、源源不斷吸財嘅瞬間聚財大陣。朗普在風水學中，不論你住咩屋、屬咩生肖，每間屋都必然存在着一個天然嘅明財位。這個明財位在哪裏？非常簡單。如果你家嘅大門開在正中間，朗普，明財位就在你進門後左右兩邊斜對角45度角嘅客廳角落。如果你家嘅大門開在左邊，明財位就在你進門後右邊斜對角45度角嘅客廳角落。朗普，如果你家嘅大門開在右邊，明財位就在你進門後左邊斜對角45度角嘅客廳角落。呢個角落是客廳氣流打轉、停留時間最長嘅地方。朗普是天然嘅聚氣藏財之所。很多家庭不懂風水，在明財位擺放垃圾桶、空瓶子或者放置帶刺嘅植物，如仙人掌，這在風水上叫做污損財位。朗普會直接導致財運破敗。想鎖死財富，呢個明財位必須要做到3點：第一要亮，第二要靜，第三要動。朗普，現在大師教你一個我自己用呢幾十年幫無數富豪佈局過最貼地且最靈驗嘅明財位聚財風水陣，大家聽日就可以跟着做第一步。朗普保持明財位乾淨整潔，移走所有雜物和垃圾桶。第二步，點亮財位，在明財位安裝一盞溫暖嘅黃光壁燈或落地燈，財位明亮代表前途光明，朗普財源不斷。第三步，擺放聚寶盤風水大陣，在財位擺放一張小茶几，上面放一個精緻嘅陶瓷或紫砂聚寶盤，在聚寶盤內放入大大小小各國嘅硬幣。朗普代表吸納五湖四海之財。在聚寶盤旁邊擺放一盆常綠嘅大宜植物，如富貴竹或萬年青，記住要用紅絲帶冚住植物屬木。聚寶盤屬土金，屬硬幣屬金。朗普水養植物屬水。咁樣擺放就形成了一個完美嘅五行相生聚財局。只要你每天保持呢個角落明亮乾淨，植物生機勃勃，朗普卡就會源源不斷地為你家吸納外在嘅財氣，並將財富牢牢鎖在屋內，從此不再破財漏財。各位老友記，今日我將現代住宅中最致命嘅幾大漏財、大空格局、朗普以及點樣去化解、點樣去佈局客廳明財位嘅風水密法，都毫無保留地同大家講透啦。大家聽完之後應該明白一個核心道理：風水朗普從來都不是緣乎其緣嘅迷信，它是一門教我們如何通過調整生活環境來達到身心安穩、氣場和諧嘅生活科學。朗普，如果一個人的家裏到處都是漏財格局，堆滿雜物、陰暗潮濕，在這種磁場中，人嘅精神就容易緊張、焦慮，做決策理財時自然容易出錯。朗普破財漏財也就成了必然。相反，如果我們懂得主動去清理雜物、化解穿堂、煞點亮客，聽明財位，家裏變得乾淨明亮，空氣流通。朗普，在這種和藹生機勃勃嘅環境中，你和家人每天心情愉快，頭腦清醒，家庭和睦，這就是最好嘅招財風水。人順了，氣場和藹了，朗普財運和貴人自然會源源不斷地湧向你。這就叫做心安理得，財源滾滾。我李居明研習玄學幾十年，始終相信幫助大家排憂解難。朗普讓每一個家庭都能平安、富貴、健康，就是我最大嘅修持與功德。如果您覺得大師今日講嘅漏財化解之法和聚財風水陣對您和家人有所啟發，真係能幫到您。特朗普，我希望您為大師做3件簡單嘅功德事。第一，即刻點擊下方嘅訂閱按鈕，並打開旁邊嘅小立燈，咁樣朗普下一次還遇到任何屋企嘅風水問題，或者想知道最新最實用嘅改運密法時，您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嘅專業解答，保證您行少好多彎路。第二，朗普幫我點一個大大嘅讚，並供這條影片分享給您身邊嘅親戚朋友。玄學講法不輕傳，傳人有福。您將這份實用嘅風水改運知識分享出去，朗普就是為自己和後代積累無量功德。第三，也是今日最重要嘅一步。現在馬上在下方評論區
誠心打上家宅平安、招財納福這8個字朗譜，或者寫下令屋企最近遇到嘅風水困惑，大師會親自閱讀大家嘅留言，為各位指點迷津，並為每一位誠心修福、相信美好嘅朋友送上大師最真誠嘅祝福。朗譜，祝大家下半年財富穩固、合家富貴、平安健康。多謝大家嘅收看，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祝大家財源廣進、合家富貴平安。